有朋友说想交换一下咱们内蒙的特产，今天挤点奶拿了点肉，正好寄过去。咱们预约个上门取件啊。行呀。你看这50公里都来不了，这运费也太贵了吧，都能买一只羊了。没事儿，咱们给它加工一下，再给它寄出去。分割一下，我去把牛奶加热一下，喂一下小羊羔。好。热好了，给小羊羔喝点温乎的牛奶。快点喝，快点长大吧。那咱们吃啥？鱼肉和牛奶呗。吃啥？去那家铁枪。腌制一下，还点牛肉串吃。切大块点。看。让它风干吧。咱们先收拾一下，护个肤吧。咱们内蒙牧区冬天就是这点不好，风大太干燥了，经常脸被吹得又红又疼，一到冬天就离不开这个毛戈平黑霜，琥珀霜质地，上脸很滋润，也很好吸收，润而不油，能有效改善皮肤受损，给肌肤满满的安全感，而且还可以用作妆前打底，涂在容易卡粉的地方，后续再上妆特别服帖。可以加盐了。那咱们把奶食也做了吧。奶食中就属奶皮子奶香味最浓了。皮子接起来，奶皮子风干好了，咱们把它切成三角形，到时候方便系。牛奶发酵好了，先把奶嚼壳撇出来，等攒够了咱们再熬黄油吧，下次再系。透明的就是乳清，白色的就是酪蛋白，先喝它一碗。酸奶系不了，我就先替你们喝了吧。铁条喝也是，酸酸的，真开胃。都倒进去。刚才喝的酸奶有点酸，再加点奶子，综合一下。大家看这么多牛奶能出多少奶豆腐？酪蛋白都浮起来了。等会儿就分离好了。等乳清再清亮点，咱们就可以捞了。这乳清有用的，先留起来。撤锅。奶豆腐搅得越快，人越累。我不行了，你来吧。来，我来。这奶豆腐我一个人还搅不成功呢，得换人搅。好了，该用我了。这4块奶豆腐是1斤装，这块是2斤装的，差不多100多斤牛奶做出来的吧？好香，奶香奶香的。就爱吃这刚出炉的奶豆腐。牛肉干风干的差不多了，可以烤了。让猫咪先吃吧。牛肉干烤好了，我先替你们尝一口。烤的真不错，太香了。咱们再做点特产奶糖一起寄过去。咱们用做奶豆腐剩下的乳清做个乳清奶糖。乳清烧开了，可以加糖了。加点奶嚼壳，刚刚放外面都冻冰了。加入炒米。挺甜的，奶香奶香的，这个味儿。奶豆腐出模，这是我们的奶豆腐、乳清奶糖、奶皮子、牛肉干。这牛肉干有点少了吧？那
那今天先这样吧，明天把牛羔烤了，一起去盛一下。那现在可以吃了吧？我也来一个。